你是咧拗啥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啊你手啊受伤了，就当面咧阿姨阿姨，你死好啦你，唔听话。对嘛，袂见袂笑，爱甲迄什么声调，害人听心肝，我家己我艰苦的。无法度啦！哎呀哎呀，你较细汉的，我会疼死啦，我忍袂住啊！你去死啦阿姨阿姨，叫你莫去，你偏偏啊要去，啊那红宝甲安尼，安尼等下阿姨安尼爽无？会爽无啊？会爽无？我知我想讲，去安那遐做叫做肉店。我嘛就是讲看我的心内红姑一面，谁知啊？哇！你若早就知影，你就好命啦。你看红哥最后一面，我看你是去互红哥看你最后一面啦。你甲我点点哦，阮遮是高级住宅区呢，毋是迄个屠宰场呢。哎哟，叫你踮阮遮享受这个实在有影水的，毋得看什么香菇啦。哎，应该啦。什么香菇？毋是啦，红菇啦，你自作自受啦，叫什么阿姨，叫阿嬷都无效哦。欸，我跟你讲哦，迄个叫做咱这叫做小红。吼，我跟你讲，我是安怎我叫你讲去保护因两个，啊是安怎害伊去红某搁遐拖面镜哈？老爷这你都唔知啊？伊外口的呢。哦，伊要去找迄个什么生菇，无啦，迄个红菇。哦，甲我等咧边仔呢，叫我做电灯泡、电火球安尼。哎哟，唔插完呢，我都气起来，我就是我来外口安尼行2、3分钟来散步啊，哪会知？拄我转来安尼，就叫人某甲乌青片镜，哼，应该死好。你即摆讲这话，袂输敢若内底安尼车倒几若罐醋呢？你袂输敢若食醋的呢？吼，我安尼唔知影讲多甲你介绍熟悉偌久呢，你就会甲人食醋啊，味道安尼这叫用拍的哦。哼。爷爷，你唔好怪小红啦。你就知影小红，什么有一个歌叫做暗恋啦，伊咧暗恋的关系，所以你莫怪伊啦。阿明诶。叫一个较亲密的。安尼哦，未来的老公。老爷你有真好，哎哟。哦，赞，刚刚听到就爽。未来的老婆。天哪！未来的老公。酷酷啊！啊，一出去办2摆就会用呀，办3摆人就嫌啰嗦啦。我跟你讲啦，小红哦，伊毋是挑工的啦，迄是恁小弟哦，家己有影有够戆的，家己要走养蜂的啊，袂怪伊的啦。对，你放心，未来的老。对。即摆搁搬来第4摆。我莫讲出来。袂啦，你意思安怎，我就照你的意思来行就对啊。安尼听话。好啊啦，咱两个一句来一句去，安尼好，我听到安尼规个家要陪落到规涂骹。爷爷，你上讨厌，你最讨厌啦！你老大人，你拢唔知阮少年人的气。就是安尼。好啊，恁拢袂记得我伫遮哟，我即摆已经四肢无力啦，骹软手软，我袂行路啊，要安怎？到底担心啥物？阿兄，爱你转来啊！哎呦，明你啦，哎呀，我即摆头前啊整，后壁啊整，你即摆甲我爱转甲厝，我拄仔听一个唔知起来哈。安尼嘛对咧。不是是爷爷。爷爷，是毋是当麻烦你斗相共吼？甲阮小弟用光的光转来。啊，都还袂打汤的，就要光转去。好啦。你要讲迄什么话？啊，叫我甲光转去。你安尼就对遐真正无道理啊啦！我你讲，过去安尼，恁两个会暗困的这个所在倒。困在遮？无啦，爷爷。安怎？明啊，你回避一下哈。是。爷爷，你袂记哩啊？咱拢是鬼啊呢！只是啊吼，咱一个变骷髅头呢，啊后这个是拢蒙啊宝贝呢，到时阵若拢穿帮，安尼我的婚姻就拢破碎去啊！都是安尼讲嘛，老爷啊，你若准吼，甲因两个帅哥拢行走吼，啊，阮小姐的婚姻就老输啦。哈，点啦，莫讲个术，鬼后人咧讲术，鬼讲对啦，讲术好。你袂记讲，这粒都是鬼王送我的啊。
啊，我即念若安尼记伫甲锁，伫甲锁，虽然讲日头出来吼，乾坤嘛拢袂倒变。我你讲吼，我即念若锁咧甲地，咱这个所在都袂阁变毛啊波，我也袂变骷髅头，但是恁两个花拼者就好，吼，安尼两个归去吼，才去别位困着。爷爷，你讲了有理，照你意思做。哎，报告。会用咧插播一个无？插播时间一秒偌济？哎，会用的啦，进广告。恁三个安尼讲遮久吼，毋知恁意思安怎？若讲阮住咧遮袂方便吼，无要紧啦，阮倒来困啦，莫勉强啦。袂啦，煞会勉强，啊，都互因两个去因，你头拄安怎爱？阿姨，阿姨。对，互因两个去因阿姨遐困着。免啦，去因阿姨遐困真麻烦嘞。我这面床吼真大顶吼，阮四个知道就无要紧啦。我较委屈了。这顶面床算真大顶哦。哎呦，无安尼啦，到尾钱安尼啦，过去从我赚钱5个，你看安怎？你也要钱哟？我看安尼免啦。我看嘛是免啊啦，爷爷有苦楚，我们来去阿姨呀。开门啦！你放出去啦！开门啦！阿弟啊，即摆苏公主连房间都无互人困，搁甲咱关一间破柴房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你搁甲我讲哦，这一切哦，拢是你一个人造成的，对，啊，搁咧散正鬼啦。哦，伊嘛真高兴咧，搁知影你伫遮呢。即摆咱去互看到遮，我看要安怎？老怪你遮是无要紧啊，我即摆上烦恼的，就是阿君互咱拖去拍，毋知有生命危险无？但即摆是啥物情形？你无为咱两个设想，煞来搁替臭小囝咧烦恼。啊对啊，我当然嘛是烦恼。迄生疏的心肝遐尼凶，假使我若真是假，我敢会幸福是？你咧讲嘛无毋对啦，拄则我看到迄个苏公主命令家丁一直对阿群安尼讲，心肝有够凶，有够残忍的。安怎？红软金的滋味啥款？好啊是歹？苏公主啊，你较早毋是有讲过，假使讲阮查某囝若答应讲要嫁你，你就要对我较好个。拜托啦，放阮出去好无？你哦，敢若只是用嘴讲讲的尔啦。哦，你答应讲要甲阮公主结婚，啊，既然啦，佮甲这个较早的这男朋友约会，拄这后院都安尼去美海干去啊？哦，你全要阮公主做鬼就对。毋是啦，苏公主啊，拜托的啦，阮查某囝吼，你相信伊啦，伊绝对甲迄散家鬼无安怎样。拜托，放阮出去啦。这是恁家己做得来，这叫做敬酒毋食食罚酒。莫搁甲我讲恁查某囝婚事的代志。假使讲恁查某囝即摆若要嫁我有哪无爱去？是安怎讲？嫁我了后，心无伫咧我遮，那呢我甲叫恁啥物路用？苏公主，那呢，你是要对阮爸仔囝安怎是？对恁安怎？要甲恁关在遮食苦，等到有一天你的心偏向伫我遮了后咧，而且你对迄个小囝死心，到时阵我自然就有拍算。那呢，我老实甲你讲，若是要叫我心偏对你一边去，迄是顶天为难。啊，顶天为难哦！哦哟，你搁讲即款话，安尼哦，你住在遮继续受苦，继续住在遮关啦。公主嘛，但伊即摆咧讲的话哦，等你拢嘛有听去吼，我看还是互伊继续搁住在遮关好啦。等吼，无在，咱先转来休困。黄姑姑呢？我要等甲你回心转意迄一天，才过来甲我讲。呀，来。啊，实在是可怜呐！咱做这个爷爷的人，为着疼查仔孙啊，要爱甲查仔孙啊找一个囝婿吼，咱就爱陪人到这个所在。啊，这个我都搁一个锁呢，若无锁吼，明仔载日头出来吼，这个所在就变毛啊布，就算全放啊！啊，是讲无聊的中间吼，啉烧酒上好啦。啉烧酒啉嘛啉，但是若要啉的进前吼，爱先食一寡物件，若要食一寡物件，快进。做鬼吼，拢毋免食，干那吸个关气就会用的。啊，若烧酒就爱一定爱真啉才会放。啊，足好！啊！
奇怪呢，做鬼食酒呢，我感觉小可会醉呢。东山南北唔知会倒一边，伊个这。好啊好啊，莫搁他妈嗨啊啦！这个声调袂听切啦，你代志拢家己做得来，搁他妈咧阿姨。小弟啊，天已经要光啊，紧转来。规暝无转去，安尼会担心。行。嘿，啊爷爷讲家己啉酒啉到拍到遮困啊。嘿，奇怪，你看觅，啊爷爷伊毋是白头鬃，哪会变乌头鬃？哎呦啊！嘿，爷爷，够臭味啊！爷爷。莫当遮困啊，会感冒啦哈！你困着去。哦，你有够无胆，有够无胆！你白头鬃变乌头鬃，这好代志，倒少年，你讲，等，休啊大声！爷爷，你房间